明天10点是学考出成绩了，希望大家拿到成绩千万别慌。那么今天跟你们说，当我已知成绩和排位时，怎么知道我们目前能不能上公办院校呢？首先，第一，查到成绩时，先不看分数了，一定要看你的排位在本省排多少名，因为排位才是比较准确，知道你能上哪些学校。分数只是在没出分数和排位之前，作为一个小小的参考。每年报考人数不断变化，分数很难准确到你能上什么学校。那么多少名能上公办院校呢？结合去年录取情况，最低排位220367名才有机会上公办院校。如果低于这个排位，那么只能看一些相对比较好的民办院校了。但就学费，你要承受得起来才行，这要切记。最后不管考得怎么样，趁现在还接近1个月时间就填报志愿了，要多看看多了解，根据自己的排位结合去年录取情况圈出能上院校的范围，再去了解，为后面填报志愿打好基础，才不怕被滑档退档，上到不好的专业和学校。加油！更多升学问题关注我，升学不迷路。